劬勞的祭司第20章，放棄薪資的呼召。你真係好難想象，喺嗰3年入面，豪威爾同聖靈咁親密相交，又不斷喺各樣考驗入面得勝，但佢仍然每日做一份非常艱巨嘅工作，落到礦場深處挖煤。佢冇將自己收埋起嚟，好似同世隔絕咁。相反，佢靠住聖靈過一種在世而不屬世嘅生活。一般人一入到礦坑，通常要10到15分鐘先習慣黑暗，但只要豪威爾喺度，就算嗰10幾分鐘乜都睇到，嗰班礦工都冇一個會講髒話。嗰班礦工點樣睇佢？10年後有一件事可以見到。10年後，豪威爾結束非洲報道返到布里南曼，喺家鄉有一場聚會，最前面一排坐滿晒佢以前嗰班礦工同事。呢班人平日好少返教會，但因為佢哋知道豪威爾會喺度，所以佢哋就嚟。當中有一個唔係好耐先信主嘅後生礦工，叫湯米豪威爾。佢被豪威爾嗰種充滿信心、充滿聖靈又好實際嘅生命深深感動，所以喺嗰次聚會入面，佢哋嘅心緊緊相連，好似約拿單同大衛立盟約咁。後來湯米成為豪威爾嘅同工同禱告同伴，並且多年都冇變。全時間的呼召，離開薪資，但而家主又有一個新呼召，要豪威爾從舊日嘅束縛入面再釋放多啲出嚟。有一日，豪威爾去到布萊克山上，嗰度好安靜，好似天堂嘅門口咁。主喺嗰度同佢講：過去你每日做7個鐘，時薪2先令，但由今日開始，你唔好再為地上嘅主人工作。你願唔願意出嚟，將嗰7個鐘攞嚟為我做工？嗰陣，豪威爾企喺一條小溪嘅木橋上。主問佢：你可唔可以向我保證，你唔再靠任何一個人去活？如果答案係肯定，主叫佢舉起隻手，跟住講一個誓言：我絕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嘢，哪怕係鞋帶上一條線，除非主指示我。呢句誓言好似亞伯拉罕打完勝仗之後，拒絕攞索多瑪王嘅財物，免得人哋話佢嘅富係人哋俾嘅。上帝亦要求豪威爾往後嘅年日站喺同樣嘅地位。於是喺嗰條木橋上，豪威爾舉起手，莊嚴立誓：我相信你必能保守我，過於煤礦公司所俾我嘅真正信心生活，連屋企都唔靠。但呢種憑信心嘅生活唔容易，因為佢早已經離開咗以前嗰個團契式嘅支持。佢唔再喺宣道團入面服侍，又唔再同基督徒朋友密切來往。以前喺團入面自然有人奉獻供應需要，但而家唔參與嗰啲外在活動，就好難收到人嘅奉獻。就係佢立誓嗰一刻，主提醒佢一件好現實嘅事：你要記住，你喺屋企如果唔付錢，就唔會食到任何一餐飯，免得你啲兄弟話係佢哋供養你。佢屋企人其實唔介意幫佢，但主叫佢知道，真正憑信心生活係一切需用都直接向上帝支取。佢將所有時間奉獻俾神之後，連基本生活都要自己承擔，唔可以靠任何人，尤其唔可以靠家人。信服嘅代價係佢再一次傷害咗佢母親。母親本來好開心，覺得佢唔再做拿細耳人，又唔再做奇怪嘅事，以為佢以後可以正常生活。點知佢同母親講，上帝又有新指示。母親完全接受到，衝突嚴重，持續咗幾日。母親問：你父親會點講？如果你俾錢我哋，你就變成房客，唔係兒子啦。但因為佢向神立咗誓，所以佢知道神一定會開路，改變母親心意。豪威爾同母親講：如果你准我為3餐付錢，我就留喺屋企；如果唔係，我今日下晝就搬出去。喺母親未同意之前，佢真係出咗去揾地方住。秘密相交的1個月，只敬拜主。之後主俾佢一段假期，叫佢完全敬拜佢心中至愛嘅主。佢每日都上山，唔見任何人。呢啲日子唔係懶散，亦冇其他負擔，只係單單與主相交，完全浸喺神同在嘅甜蜜入面。佢成日講，嗰1個月係佢一生最寶貴嘅日子。佢用一筆錢開始呢個月，但上帝冇加添1分錢。
所以頭幾日佢上山嗰陣，魔鬼每日朝早都不停同佢講：你嘅禱告仲未蒙應允喎。直到有一日朝早，佢穿過鐵門出屋，走向田野時，主同佢講：由你關上門嗰一刻開始，我唔准魔鬼再同你講一句話。喺你俾錢你母親之前，你唔需要再多一分錢。豪威爾話：我就好似俾咗魔鬼重重一擊。我同佢講，月底之前我唔會為錢有一句禱告。佢又話：以前我從不懷疑僱主星期六會唔俾工錢我，咁我點解要懷疑上帝？所以嗰段時間佢真係唔再為乜禱告，只學習敬拜嗰位屬天嘅新郎。最後一次考驗，父親的問題與神的供應。到咗嗰個月最後一日中午時分，主叫佢落山返屋企。佢一返到屋企，父親都啱啱返嚟食午餐。最後一次考驗就嚟啦。父親話：經理話你個位留住咗，你隨時可以返去做。豪威爾忍唔住叫出聲：呢個人點解咁傻？點解要咁做？父親繼續問：但如果你真係唔返工賺錢，你點養活自己？豪威爾反問父親：你唔信咩？如果我為上帝工作，佢都會好似我地上僱主咁供應我。父親再問：但邊個係靠呢種生活方式過日子㗎？父親又好快補一句：喬治穆勒都死咗啦，你係咪要叫死人嚟幫你？豪威爾就引用經文回應：主唔係講過咩？腰帶唔好帶金銀銅錢，行路唔好帶口袋，工人得飲食係應當嘅。呢段經文似乎說服咗父親。父親最後只係講：我只係替你傳個口信啫。就係佢哋講緊嗰陣，郵差送嚟一信，係哥薩特寄嚟嘅。信入面邀請豪威爾參加倫敦市嘅報道工作，並提供100磅年薪。信上仲特別強調，傳福音嘅靠福音養生。豪威爾見到父親塊面慢慢放鬆，父親心諗，佢真係好幸運，咩好處都臨到佢。父親對豪威爾講：傳福音嘅靠福音養生，當然係啱。全講信心嘅人都應該靠信心而活。呢場爭戰總算勝利。父親笑咗起來，而豪威爾話：半個鐘之後，主就送嚟佢所需要嘅一切。呢個就成為佢未來長達40年禱告生活一個美好開始，亦充分證明主禱文嗰句：我哋日用嘅飲食，今日賜俾我哋。主啊，多謝你藉住豪威爾提醒我哋，信心唔係講出嚟嘅口號，係用生活去交託、去承擔、去信服。主啊，我哋承認，我哋好多時都想跟你，但我哋又想留一條後路，想信你，又想確保自己唔會出事。主啊，求你教我哋明白，真正嘅信心唔係靠人，唔係靠制度，唔係靠熟人，而係直接靠你，因為你先係供應者。求你也俾我哋一個清潔嘅心，唔求自己被人看見，被人稱讚，只求你得榮耀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哋每日都學識禱告。主，我把今日交俾你，亦每日都經歷。我哋日用嘅飲食，今日賜俾我哋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